OK，多謝大家參加今日嘅 Stop Waste 嘅研討會咁我係今日嘅主持人，我叫 Terry。咁我哋今日會討論下喺工作環境點做好回收同堆肥嘅分類。咁今日嘅研討會會錄低嘅，所以如果有人唔喺度嘅，可以我哋遲啲會擺喺網上可以遲啲睇嘅。咁我哋開始呢個研討會之前，我就想介紹下 Jessica Chen，俾佢講幾句先開始。Go ahead, Jessica. Hello, hi everybody. My name is Jessica. 大家好，我係 Jessica Chen， 我係陳巧倫。我係奧倫法布商會嘅主領。唔好意思，我廣東話講得唔好啊，我識講普通話講得好啲啦。大家好，我是奧克蘭華埠商會的執行主任，叫做 Jessica 陳巧倫。那很高興今天能夠一起幫忙參加這個座談，然後就把這個如何在阿拉米達 County 在阿拉米達縣能夠做好這個回收跟堆肥的分類，能夠正確的分享給這個我們的商家。Okay. Thank you, Jessica. 多謝晒。OK。咁我哋而家就開始呢個研討會啦。OK，咁今日我哋有4個話題嘅。咁第一就係解釋下呢個新嘅回收同埋堆肥同埋食品嘅捐贈法律。第二就係討論下4個可以令到你哋成功嘅步驟。咁呢個研討會完咗之後，我哋亦都會講下呢個後續嘅步驟。同埋最尾就有10分鐘可以答你嗰啲問題嘅。咁如果你哋係有問題，亦都可以打喺呢個 chat box 度，我哋會等到最尾先會答啲嗰啲問題。OK，first 我哋可以講下 Stop Waste。咁 Stop Waste 係從17個成員機構組成嘅全員公共機構。咁我哋個目標就係從啲居民、企業同埋學校嚟減少送去堆填區嘅廢物，同埋諗起更有效嘅方法嚟利用佢哋啲資源。咁我哋亦都會幫手實施關於廢物嘅法律。例如加州嘅 SB 1383同埋 Alameda County 嘅減少有機和回收廢物嘅條例。咁呢個新嘅 SB 1383嘅條例係從2022 1月1號生效嘅。咁呢個法規個目標就係面對氣候變化，就希望喺2025年前送去堆填區嘅有機廢物減少75%，咁就需要企業回收同埋堆肥佢哋啲廢物，同埋需要有啲企業要捐贈多餘嘅食品為食用。咁有啲要求唔係新嘅，例如我哋就要求全部企業要有回收同埋堆肥嘅服務，要正確分類廢物，同埋每年或者啲租客搬入或者搬出嘅時候提供分垃圾嘅資料。咁呢個條例係有4個新嘅要求嘅。第一就係提供顏色編碼同埋有標籤嘅室內嘅垃圾桶。第二就係檢查室內嘅垃圾桶。第三就係如果見到員工分類垃圾分錯咗，就要提供啲 feedback 信息俾佢哋，話應該點改同埋點分類啲垃圾。咁最尾就係講多一次，有啲企業就要捐贈多餘嘅食用嘢食。咁邊啲企業要捐呢啲嘢食咧？咁有2種嘅。
我哋有呢啲 Tier One 就係第一級，同埋 Tier Two 第二級。咁第一級嘅企業就要今年開始捐嘢食，呢啲包括啲大型超級市場啊、雜貨店啊、食品服務提供商、食品分銷商同埋食品派發商嘅。咁第二級嗰啲企業就2024年要開始捐嘢食。咁今日嘅研討會就係多數係講回收同埋堆肥嘅，我哋會有其他研討會係講捐嘢食嘅。如果你哋需要多啲資料，你哋亦都可以上呢個下邊呢個網站度。OK，咁講完呢個新嘅法律，我哋可以而家討論下點通過4個簡單嘅步驟嚟遵守呢個法律。咁第一就係註冊足夠嘅垃圾服務，第二就係設置室內嘅垃圾桶，第三就係正確分類廢物，第四就係提供廢物分類嘅教育同埋檢查室內嘅垃圾桶。咁我哋而家就解釋每一步。咁第一步就係註冊服務。咁註冊服務第一步就係要檢查你哋嗰啲廢物，睇下邊啲係屬於回收嘅，同埋邊啲係屬於堆肥嘅廢物。咁之後你哋就要聯絡你哋個垃圾服務提供商，訂呢啲垃圾箱同埋設置收集。咁平時回收同埋堆肥嘅服務比普通嘅垃圾服務平嘅，所以加咗呢兩個回收同堆肥嘅服務，同埋減咗普通垃圾服務之後，應該垃圾服務成本會減少啲嘅。例如喺呢個 Redwood Surgery Centre 喺 Castro Valley 度，佢哋就增加咗50% 嘅回收服務，同埋開始咗呢個堆肥嘅服務。咁從33%，佢哋就而家可以回收同堆肥70% 嘅廢物。咁垃圾服務就減少咗63%。咁每個月佢哋嘅垃圾費就減少一半，從800蚊減到去400蚊。咁除咗呢個，你哋亦都可以諗下點防止廢物，例如喺呢個 Lola's Chicken Shack， 佢哋就用呢啲可以循環再用嘅膠杯嚟代替呢啲一次性用嘅膠杯。咁佢哋就唔使諗又要訂膠杯或者要點抌先係啱。咁佢哋又少咗垃圾，同埋少咗嘢要買。所以佢哋嘅成本就每年減少咗3200蚊。我哋亦都提議你哋諗下，如果有方法嚟用循環再用嘅物品嚟替代呢啲一次性用嘅物品。OK，咁之後第二步就係呢個設置室內嘅垃圾箱。咁如果你哋喺工作度淨係得一個垃圾桶嘅，係冇辦法分類垃圾嘅。擺垃圾桶嘅時候，你哋要諗下，你哋做嘢嗰個環境會產生啲咩嘅廢物。例如，如果喺廚房度，我哋就提議你哋應該有3個垃圾桶，一個裝回收嘅廢物，一個裝堆肥嘅廢物，同埋一個裝普通嘅廢物嘅。咁我哋亦都提議你哋如果可以嘅擺埋一齊，因為我擺埋一齊都唔係需要好多位。不過如果唔得嘅，擺喺附近，對你哋最方便就越好啦。咁除咗擺喺附近，我哋亦都提議你哋用顏色編碼同埋呢啲標籤嘅。咁樣你哋啲員工可以好易認到邊啲垃圾桶係應該放邊啲廢物。你哋啲標籤亦都應該放喺眼嘅水平度，可以易啲睇到。因為如果放得太低嘅，咁冇人
睇到嘅。咁如果你哋需要多啲嘅提示或者工具，你哋可以上網去呢個網站度 download 我哋嗰個室內垃圾桶嘅指南。咁講喺用室內垃圾桶一個好嘅例就係呢個 Ruby King Bakery 喺 Oakland 度。咁佢哋就係用回收同埋呢啲堆肥嘅垃圾桶嚟代替佢哋單個一個垃圾桶嘅。咁佢哋亦都有用顏色編碼同埋標籤放嘅位置，俾佢哋嘅麵包師係好方便嘅，因為有近住佢哋工作嘅台面同埋呢啲機。咁除咗喺廚房度，佢哋亦都擺啲放咗啲垃圾桶喺客廳度嘅。不過你哋見到淨係得呢個堆肥同埋普通垃圾，咁係因為佢哋啲客係冇回收嘅廢物，所以佢哋淨係配對咗呢個堆肥同埋普通垃圾桶。咁佢哋而家嘅垃圾服務減少一半，從2個立方碼減少去1個立方碼。咁如果你哋好似佢咁樣想自己做自己嘅標籤嘅，你哋可以上網去呢個網站度去整自己嘅標籤。咁係好簡單嘅，你哋就可以喺呢度開始揀邊張標籤，咁揀完就喺呢邊揀邊張相，喺呢度就可以調轉佢哋嗰個位置，同埋喺呢度印出嚟嘅。咁講完設置室內垃圾桶之後，我哋可以講下點樣分類廢物。咁有啲廢物係每個城市都唔同嘅，不過呢啲就應該一樣嘅。例如喺每個城市都應該可以回收吉嘅鐵罐硬嘅塑膠同埋玻璃樽，亦都可以回收紙板同埋其他乾淨同埋乾嘅紙嘅物品。唔單止咁，喺每個城市個堆肥桶度，你哋亦都可以放你哋啲嘢食掂過嘢食嗰啲紙嘅物品，例如紙巾紙碟同埋全部植物嘅。咁有啲嘢係每個城市都唔同嘅，例如其他3至7嘅塑膠就可能可以放喺回收或者普通垃圾桶。如果有蠟或者有膠嘅紙嘅物品都可能放喺堆肥或者普通垃圾。石子同埋可以堆肥嘅塑膠嘅用具都可能放喺唔同嘅位置嘅。如果你哋有問題唔知道應該點放你啲廢物，你哋可以上呢個網站打你哋想抌嘅廢物同埋你哋附近嘅 zip code， 咁就應該可以查到應該放喺邊度嘅。你哋亦都可以落去呢度個 curbside service information， 呢個就係一個街就會話俾你聽，你哋個城市係應該可以放啲咩嘅廢物。OK，咁講到去分類廢物嘅好嘅例子就係呢個 First Street Ale House 喺 Livermore 度。咁佢哋平時都回收同堆肥超過80% 嘅廢物。咁佢哋嘅回收同埋堆肥嘅廢物平時係冇污染物嘅，佢哋係分得好好嘅。咁係因為佢哋當分類廢物係一個公司文化嘅一部分，所以對佢哋嚟講好重要。每個員工都要知道點樣分垃圾先可以喺嗰度做嘅。咁講起教育就係第4步，就係
提供教育同埋檢查垃圾桶。咁你哋有咗呢個垃圾服務同埋有咗室內嘅垃圾桶之後，你哋就應該有時睇下你哋啲員工分垃圾分得點。如果佢哋分得錯嘅，就要俾啲feedback 佢哋，話俾佢哋聽點樣分得錯同埋應該點分嘅。我哋亦都提議你哋每年都做呢個員工嘅教育，同埋如果有新嘅員工就當呢個回收同堆肥成為新員工嘅定期入班嘅一部分。咁你哋可以肯定啲員工就知道點分類垃圾嘅。咁 Eastland Restaurant 喺 Newark 係做得好好嘅。咁佢哋嘅頭服務生就係佢哋回收同堆肥嘅領導者。咁佢哋就會平時睇下入邊嗰啲垃圾桶啲垃圾分得點嘅。如果佢哋見到係分得錯嘅，佢哋就會同員工講，因為佢哋專動咁樣做，佢哋而家分得好好係冇問題嘅。OK，咁呢個就係我哋可以幫助你哋成功嘅4個步驟。第一就係註冊足夠嘅服務，第二就係設置室內嘅垃圾桶，第三就係正確分類廢物，第四就係提供廢物分類嘅教育同埋檢查室內嘅垃圾桶。不過唔好唔記得諗起可以防止垃圾嘅機會添。亦都想講下我哋 Stop Waste 嗰啲資源，例如我哋亦都會有除咗呢啲可以自己做嘅標籤，你哋亦都可以上網訂我哋嗰啲labels，同埋可以免費訂呢啲綠色嘅室內嘅垃圾桶。咁除咗上網，我哋可以亦都提供呢個免費業務協助嘅，通過電話、電腦或者親自嚟提供幫助都得嘅。我哋提供嘅服務包括可以幫你哋睇下邊啲廢物係屬於回收，同埋邊啲係屬於堆肥嘅，可以幫你哋設置室內嘅垃圾桶，幫你哋個員工做教育，同埋幫你哋諗起廢物防止嘅辦法。咁如果你哋需要幫助嘅，你哋可以上網去呢個網站度要求幫助。如果上到去，應該會有呢個中文版本，你哋可以用嚟要求幫助嘅。咁最尾就係有啲商業就可以豁免呢個堆肥收集嘅服務。咁係有2個情況嘅，一個就係如果你哋有好少嘅堆肥嘅廢物，同埋如果你哋冇位放呢個堆肥嘅垃圾箱，你哋就可以上網去呢個網站去申請豁免堆肥嘅服務。咁如果你哋有其他嘅方法嚟處理回收同埋堆肥嘅廢物，例如如果你哋自己攞去垃圾站或者同其他嘅企業共享呢個服務，或者有第三嘅方法第三嘅party 嚟收集呢個堆肥或者回收嘅廢物，你哋就可以上網申請呢個回收服務嘅認證CRS。不過你哋就要保留你哋啲記錄，例如你哋啲receipt
嗰啲單先可以申請呢個 CRS 嘅 form。OK，咁就係今日嘅研討會。如果你哋有其他嘅問題，你哋又可以喺email 我你哋嗰啲問題，或者打電話俾我嘅。我哋亦都會 send 個 email 去我哋今日參加嘅研討會嗰啲人，with the 全部嗰啲 links 同埋其他嘅resources。咁如果你哋有啲咩問題，就可以而家問嘅。得可以讀中文嘅，所以如果佢哋想用中文嚟 send 個 email 俾我都可以嘅，冇問題。有冇其他問題啊？